过日这台中的太平有一项包粽的活动，这包的不是普通粽，伊的名叫做青仔粽，这是已经失传的古早味，描写会是大家囡仔做伙体验传统习俗。台中太平的头办溪社区发展协会，呼吁大人带囡仔人来体验包粽，而且阁是包浆有古早味的青仔粽。我们会举办这个，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说，青仔粽是我们头边社区的特色。其实看得很简单，然后实际做的不简单，还要加很多米。也谢谢让我们包肉粽的人。因为过去欠物资，头办溪的人就地取材，用无同款的叶仔来包粽，嘛包出无同款的形体。那个学名叫蜘蛛爆蛋，就是山猪耳叶来绑我们的端午节的肉粽。有一点啊，算讲过去的先民就用来食这个啊，譬如讲热着、逼着了，会放尿放不出来，用利尿，是用通血路，变1.2个啦。透过活动，若是传承古早的记忆，嘛是一份对土地的感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